大家好，我哋今日嚟介紹青衣迎翠半島依單位。屋苑位於青衣站，上蓋交通同生活配套都相當方便，樓下連住商場同港鐵，返工買餸食飯基本都唔使行太遠。屋苑最大優勢就係位置夠方便，生活機能夠成熟。咁今次嘅設計係比較特別嘅。首先睇我哋入嚟玄關位，我哋做咗一個懸空玄關櫃，拋棄咗以往嘅滿牆設計。喺玄關舉上方，我哋做咗層板加燈帶，等成個空間冇咁逼夾，更加通透黑色嘅櫃身同淺綠色藝術漆嘅牆，形成咗一個鮮明嘅對比。入門口牆身同餐台後方，我哋用咗水泥漆，呢個材質更加有凹凸感，讓空間更加豐富。睇返電視牆呢邊，我哋成個電視牆用咗一個懸浮式設計，從左邊嘅一個圓弧連接側跟嘅企身舉，個企身軌都大有學問，入邊係要離收各種設備，唔會亂糟糟咁放喺出面。天花我哋使用無主燈設計，個設計會令空間更加簡潔，而且光感會比較柔和。喺梳化嘅後面，我哋做咗一個書房。房間入面係有飾物展示櫃同埋書台。喺飾物櫃嘅下方係一張隱形床，平時午休息或者有客人嚟到都可以拉開去使用。書房嘅門我哋係對開式嘅推拉門，當平時不想有人打擾工作，可以隨時關咗道門，拉開嘅時候同客廳連為一體，看落去非常大方。過嚟主人房，床頭我哋用咗一個巨大嘅軟包，床頭櫃及床都係完全私人訂製家。喺窗台我哋亦都做咗書台收納櫃，唔使怕收納地方唔夠。喺床嘅左手邊，我哋做咗一個懸浮式圓弧形嘅吊櫃，主人可以擁有一個私立嘅空間去休息或者讀書。睇過嚟床嘅對面，我哋用衣櫃間做一個背景牆出嚟，背景牆嘅搭配當然就係條紙同埋雲石啦。喺背景牆後面就係我哋入門口嘅步入式衣帽間，衣櫃嘅櫃門我哋係做咗玻璃同埋有鏡面嘅，包括梳妝台、化妝換衫都可以一次過搞掂。廚房位置配套齊全，中控位用咗梵高嘅藝術畫玻璃。所有小家電都可以容納到這個廚房空間入面，其他牆身位置用咗白色雲石，睇落乾淨企理。公共廁所入面，我哋安排咗放洗衣機，喺左手面仲有一個巨大嘅收納位置。經過我哋嘅設計，成間屋睇落去比較簡潔又不失精緻。